喺呢段片入邊咧，我想教你一個方法，可以攞翻你嗰個 focus 嗰個能力。其實冇攞翻，即係本來都喺度。我俾個任務你，當你發覺自己好專心睇戲嘅時候，撳一撳個掣，你做唔做到咧？唔得噶嘛。所以成個教育制度係錯嘅。專心啲啦！大家好啊，你有冇發覺自己近年嘅專注力係越嚟越差嘅咧？即係你睇一啲資料嘅時候，你睇書嘅時候，發覺自己咧坐唔定嘅，根本就咁咧。你去揾資料啦，你去睇下發生咩事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媒體話俾你聽，係啊，現代人係咁噶啦，嗰個注意力會越嚟越差㗎，因為手機，因為短視頻，因為成係咁咧，俾一啲理由去合理化你嘅 focus 越嚟越差呢一個幻覺。嗱，喺呢段片入邊咧，我會解釋點解呢個係一個幻覺嚟嘅。如果你能夠時空穿越一個80年代嘅人嚟到而家呢一個年代，俾佢睇書，俾佢睇嘢咧，佢好快亦都變咗你嗰個樣。嗱，本來嗰個理論就係話，因為手機啊、媒體啊，會令到你個腦越嚟越退化，好似你個廢人咁，同你講你唔掂啊，你一個廢人嚟㗎，你冇 focus 㗎啦。文字係冇用㗎啦，要睇視頻。但係喺呢條片入邊咧，我想話俾你聽，其實唔關事，你個腦同以前係一樣。嗱，我預告少少俾你睇，你翻屋企睇劇嘅時候，咪就係一晚睇晒成個 season 咯。咁如果你嗰個腦係退化咗，咁點解你可以一晚睇成個 season 咧？咁所以退化咗嗰個唔係注意力，而係興趣。以前冇嘢睇冇嘢揀嘅時候，得無線同埋亞視兩個選擇，但係而家你係 in principle， 你喺 YouTube 你有無限個台喺度睇㗎嘛，有太多選擇，所以嗰個樣好似你專注唔到咁樣啫。嗱，又或者都養成咗個習慣，你係咁喺度 swipe。所以你睇書嘅時候冇得 swipe 咧，就覺得好唔舒服。咁呢個係習慣嘅問題，唔係你腦退化嘅問題。喺呢段片入邊咧，我想教你一個方法，可以攞翻你嗰個 focus 嗰個能力。其實冇攞翻，即係本來都喺度。你可以重啟翻你嗰個 focus 嘅能力，而唔需要食藥，唔需要用機器，用一個最原始嘅方法。咁但係喺我哋開始前咧，我要講一下 focus 專注力呢個現象嘅本質。我想你做一個思考實驗、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如果你去睇戲嘅時候，我俾個任務你。當你發覺自己好專心睇戲嘅時候，即係全神貫注喺度睇戲嘅時候，撳一撳個掣，你做唔做到咧？你諗下，唔得噶嘛，因為你發覺自己全神貫注嘅時候，知道哦，我全神貫注啦，你撳一撳個掣，呢一下已經斷咗你個 focus 啊嘛。咁所以帶到嚟今日第一個 point，你唔可以好刻意、好介意自己係咪專注嘅，你就做就得噶啦。你唔好死啦，我幾時專心咧？我幾時專注咧？唔在狀態，你唔好諗呢啲嘢，因為你一路諗呢啲嘢咧，就一路 make sure 自己專注唔到。咁啦，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你再諗下，你係點樣睇戲嘅時候睇到入局嘅？即係睇戲啊、睇劇啦，你係點樣專心嘅？你係咪逼自己去專心？唔係咁啊！你忽然間俾佢吸引咗，哇幾好睇喎！咁睇下，跟住咧自己都唔覺。睇完咗之後，成集完咗之後，哇完咗啦，咁快嘅咁，係嘛？甚至有 time distortion 嘅現象。你係不能自主地被佢引誘去 focus 噶嘛，而唔係你做啲咩去 focus 噶嘛。所以嗱，第二個 point， 集中力、專注力 focus 係一個被動嘅現象，你唔能夠逼自己去專注嘅。所以成個教育制度係錯嘅，專心啲啦。如何專心啲？冇人教如何專心㗎。你係要等嘅，你係要跌入一個專注嘅狀態，你係要跌入一個專心嘅狀態，而唔係逼自己上去，唔係嗰種感覺嚟嘅。你唔可以用意志力去逼自己專心嘅。嗱，咁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係咪真係冇辦法？係咪投降？咁又唔係。由細到大咧，本人對集中力呢件事咧都頗有研究。咁後來先知，原來因為我係有 ADHD，咁我呢個大腦咧係冇辦法一定要研究，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冇興趣嘅嘢咧，你點樣逼都專注唔到噶啦。但係如果有興趣嘅咧，係 hyper focus，可以坐喺度幾粒鐘，係有一個咁樣嘅大腦。咁所以要點樣氹自己覺得呢樣嘢有興趣，所以專心到落去，所以先讀到書咧？呢個係我人生嘅前半部嘅一個課題嚟嘅。嗱，我喺度講咗個結論先，專注嘅狀態就係心流狀態。咁今日呢段片個主題咧，其實就係教你用心流狀態嘅流程嘅技巧，去令到自己進入一個專注嘅狀態，用 flow 進入 focus。個英文就係咁。我簡單介紹心流狀態嘅科學嗰個流程大約係點？心流狀態咧其實有4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係 struggle， 一定要俾啲真相啊！掙扎。
你未進入心流狀態嘅時候咧，係好辛苦、好痛苦嘅，你要慢慢捱嘅。其實你個腦咧就係收集緊資料，咁我之後再講。第二個部分咧就叫做 relax。去到某一個部分，你個大腦決定你收集嘅資料夠啦，佢可以開始工作啦，佢開始運作啦，將唔同嘅大腦嘅部分、唔同嘅資料咧整合埋一齊，佢開始 work 嘅時候咧叫 relax。喺第二個部分咧，你係有感覺嘅，你係會知道自己係有啲唔同咗嘅，但係嗰個都唔係心流狀態住。大部分人咧去到呢度咧就停咗啦，就已經覺得自己今日狀態幾好啦。第三個狀態咧，第三個階段先至係正經嘅心流狀態。喺呢個狀態咧，就係大部分魔法發生嘅事。即係有時你覺得自己狀態好到離晒譜，有靈感，有唔知邊度飛嚟嘅靈感。你今日學嘅嘢咧，全部都可以吸收入個腦入邊。你今日嘅表現咧係完美嘅，甚至咧你嘅手啊、你個口啊自己喐嘅，出嚟嘅作品咧係無與倫比嘅。咁呢個就係第三個階段正經嘅心流狀態。最後咧第四個階段咧係 recovery。因為喺呢個心流狀態入邊，你用嘅神經傳導物，你用大腦好多養分，你係會揸乾咗個腦。所以第四個階段咧就係你離開咗心流狀態之後嗰個恢復。咁嗱 flow state 嘅四個部分。嗱，可能你聽到呢度咧就問：哇，講到咁神奇，係咪真係得㗎？得嘅，因為我講出嚟個道理之後咧，你知係點樣嘅一回事。平時你撞手神入咗去咧，只不過係嗰啲嘢你太有興趣啦。咁所以咧，你肯捱第一個階段，然後之後嗰啲嘢基本上係你唔阻住佢咧，佢就會發生嘅啲事嚟嘅。譬如你好中意打機，譬如你好中意做某啲運動，你間唔中你都會進入呢啲狀態。你去打拳，你去玩空手道，其實打下你就進入咗呢個狀態。你都有啲咁嘅經驗。而家我哋只不過將呢個咁樣嘅 format 提取咗出嚟，令到你可以將呢個咁樣嘅技術用去一啲你唔中意嘅嘢上高。因為個秘訣喺邊度咧？你能唔能夠專注？你能唔能夠進入心流狀態？嗰個重點咧就係個興趣，而嗰個分別就係你叻嘅嘢你就有興趣。你覺得自己冇興趣，因為你覺得自己會失敗。OK， 所以個重點係點樣 trick 自己喺一啲唔係咁叻嘅嘢嘅時候，覺得自己有興趣。嗱，呢個先至嗰個 point。嗱，關於心流狀態有好多嘢可以講嘅。我喺呢段片入邊咧講一啲最精華嘅、最精要嘅，希望你今晚咧就可以即刻用嘅一啲方法。第一個階段 struggle。你未進入心流狀態之前咧，有一個階段係好辛苦嘅。嗱，首先我喺呢度話咗俾你聽，原來你喺度收集緊資料，你喺度 calibrate 緊，你喺度調節緊嗰個溫度啊，嗰張凳有幾硬。咁呢啲嘢咧，你又好受啲，因為每個人都必須嘅，唔係你特別冇集中力、冇專注力。第二就係成功失敗最主要嗰個分別，頭先講咗啦，係你有冇興趣，而有冇興趣咧，其實就係你叻唔叻。所以無論嗰個 subject， 你嘅對象，你叻唔叻都好，你唔好有一個太大嘅野心。即係一坐低喺張台嗰度頭10至20分鐘咧，你嘅目標唔係要理解會計學，你嘅目標唔係要睇得明嗰本書，你嘅目標咧就係進入心流狀態。所以無論你睇嗰字字，你入唔入到腦咧，無關宏旨，完全唔關事。你要做嘅咧就係將自己嘅意識嗰個窗口縮細。嗱，咩叫意識嘅窗口縮細？如果我叫你 focus 係做唔到嘅。咁咩叫 focus 咧？其實就係 delete 不相關嘅嘢。譬如你專注對一個女人專一嘅意思即係咩？你唔好搞其他女人啊嘛，係咪？你睇書，你點樣專注咧？就係你唔好理其他不相關嘅人事物同埋聲啊嘛。咁所以你一開始引誘自己集中注意力嘅時候，你可以做嘅就係閂晒你嗰個意識嘅窗口。你睇書嘅時候啦，今晚翻去試下，你刻意 delete 上面嗰行，刻意 delete 下面嗰行，甚至咧，如果你可以嘅話，刻意 delete 左右嗰兩個字，因為好多速讀法叫你一眼睇10行，嗰啲係 make sure 你進入唔到呢個心流狀態，make sure 你進入唔到一啲高質量嘅 focus 嘅狀態。慢啲嚟會比較快。一開始你嗰個要做嘅嘢咧，就係將成個意識嗰個框框擺喺一個字嗰度，逐隻字睇。你嘅目標唔係理解，因為你個腦未 run 到，你仲喺 struggle 呢個狀態。因為理解唔係一個意識活動嚟嘅，理解係潛意識活動嚟㗎。你唔可以刻意逼自己去理解㗎。你可以做嘅就係調校嗰個意識嘅框框啫嘛，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咧你個腦 run 少少啦，佢自動會調節去到
一睇睇3個字，一睇睇2個字，一個意義，一個意義咁樣睇，一個叫意群。慢慢佢再 run 得順啲咧，佢又可以半句咁睇，咁就快啲咯。忽然間會有一下，你會發覺自己根本係隻眼自己喺度喐嘅，個腦自己喺度喐嘅。你甚至可以觀察住自己喺度睇書，自己個腦喺度理解。你睇緊 video 咧，你就睇住講嘢嗰個人，是但眼耳口鼻一個 point，然後又唔好逼自己去理解，就咁聽。因為你睇戲都係咁，你有冇逼自己去理解套戲？你冇咁，你就係睇嘅啫嘛。但係由於佢係黑嘅，身邊嘅人唔講嘢，冇乜嘢 distraction，你就係個意識就擺咗喺嗰度，睇咗一陣咧，你就會入局噶咯，進入咗嗰個世界噶咯。同樣嘅技巧，你可以帶翻嚟你讀書啊、做嘢呢啲咁嘅狀態。嗱，OK。喺第一個階段，你會發覺自己好痛苦嘅，因為你未進入狀態咧，你睇嚟睇去唔明，咁跟住咧隻眼又翻轉頭，又繼續睇，跟住咧同一句嘢可能睇咗5次、6次。咁 conventional wisdom 出邊嗰啲速讀術啊，嗰啲老師會叫你唔好翻轉頭，唔明咧就繼續落去，呢啲黐線嘅。OK，而家我係叫你翻轉頭睇。根本你個目的唔係了解嗰句嘢啊嘛，你唔係理解佢個內容，你係進入一個狀態啫嘛。隻眼自己想翻嚟，咪自己翻嚟咯。因為佢喺度計算緊嗰啲內容，你而家個狀態，你個腦識啲乜嘢，佢要你翻嚟，你咪就翻嚟咯。嗱，當然考試嘅時候閱讀理解冇咁做啦，但係平時我要進入狀態嘅時候，千祈唔好阻住佢。所以呢個階段咧係好痛苦嘅，但係慢慢你會發覺自己唔痛苦。忽然間第二個階段嗰個 onset。第一個階段同埋第二個階段嗰個分界線咧，就係你忽然間覺得自己唔痛苦，好順，你會覺得好順。OK，好，一路睇落去，唔係特別聰明，唔係特別專注，唔係特別投入，但係我好順。我做嘢咧，我睇書，如果用睇書嘅例子咧，我係唔需要翻嚟嘅，我可以一路睇落去。OK，呢個咧就係你個腦開始 ready 啦，佢將你識嘅嘢同埋你接收嘅資料咧，開始喺度融合緊嘅一個徵兆。OK，喺呢個階段乜都唔使做，千祈唔好搞佢，千祈唔好斷，千祈唔好話我去飲杯茶先，同人傾下偈先。通常進入唔到心流狀態咧，就喺呢度出咗事，覺得自己掂咗啦，覺得自己進入狀態 focus 咗啦，然後自己打斷佢，咁就最戇居嘅一個行為。而呢個順咧就係大部分人一般市民理解嘅專注，佢可以一路 run 落去啦。第二同埋第三個階段嗰個分野同埋嗰個分界線咧。就係一般人去到呢一個狀態咧，佢會開始好自滿，開始覺得自己而家我專注咯，咁跟住咧就會想做啲嘢去加強呢個狀態，想我可唔可以飲杯咖啡咧？我會唔會而家我再專心啲？而家我好專心啦，我再專心啲。你一想再專心啲咧，你就離開咗嗰個專心。所以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你要做嘅嘢又係乜嘢咧？又係乜都唔好做。你繼續睇落去，你開始能夠理解㗎啦。第二同埋第三個階段嗰個分野咧，就係第二個階段你都仲係自己喺度理解緊，第三個階段咧 flow state 心流狀態咧，你係觀察緊自己理解緊，但係嗰個觀察咧係被動嘅，你忽然間發現自己跳咗出嚟，同打坐非常相似。你係忽然間發覺自己跳咗出嚟觀察緊自己喺度嗰啲諗法喺度走嚟走去。喺未跳出嚟之前咧，嗰個你都係仲以為自己喺度諗緊你嗰啲思想 ，OK？所以打坐對進入心流狀態咧，當然有莫大嘅幫助啦 ，OK？但係我呢度最想講嘅 point 咧就係有啲嘢叫 flow blocker。其實喺第二個階段好專心，你喺度慢慢理解嘅時候，你乜都唔好做咧，你就會跌入一個心流狀態噶啦。但係大部分人咧嗰個難處就係喺呢度，佢就會主動做啲嘢，俾啲掙扎。俾啲專心，跟住又或者佢會再刻意去主動思考，因為嗰啲內容，因為佢都覺得自己專心啦嘛，開始咧就想做一啲複雜一啲嘅、難一啲嘅，咁跟住咧，由於太難咧，你個腦又唔喐啦，咁佢就斷咗啦，跟住就覺得自己攰啦，跟住嗰個 session 咧就完咗啦。如果你對 flow state 係好有研究、好專業嘅話，喺第二個階段咧，確實有啲嘢可以做嘅，有啲嘢可以食嘅，有啲機器係可以用，嗰啲叫 flow trigger。咁但係一般人，如果我哋日日都要進入心流狀態咧，你冇可能日日都食某啲嘢，日日都用某一啲機器去進入噶嘛。OK，咁所以第二個階段你要注意嘅地方咧就係唔好注意啲乜嘢。嗱，有啲嘢叫 flow blockers，我喺呢度咧時間唔夠
講唔晒，有5個 flow blockers。如果你做咗呢5樣嘢咧，你就進入唔到 flow state。咁你幾時知道自己進入一個心流狀態咧？咁正如一個大法官所講，咩叫色情咧？我見到咧我就知啦。心流狀態咧，亦都係一個不能描述嘅狀態嚟嘅。好多書試過講，好多人試過描述心流狀態，但係你未去過咧，你就根本就唔知乜嘢嚟嘅。所以我喺度咧都係 shut the fuck up，唔描述。最重要嗰件事咧就係進入心流狀態之後，你嗰個學習能力、吸收能力至少有5倍至到15倍。但係呢啲講法我都覺得係冇意思嘅。你真係識一啲嘢，同埋你係念口簧嗰本書咁講，你咪咁聽佢講翻俾人聽嗰種識咧，同埋你真係識某一樣嘢咧，嗰個分別就係心流狀態。你嘅潛意識有冇將呢樣嘢擺入你嗰個成個大腦嘅結構入邊？佢有冇將嗰啲嘢根據你嘅 schema、你嘅大腦嘅諗法、呢個思維網，佢擺喺一個啱嘅地方？你要進入呢個狀態先會學得真係學得識嗰啲嘢。書細個我哋啲老師同我哋講話，你睇書咧至少要睇3次、5次、10次。其實佢係撞手神，因為佢唔知你邊次睇呢啲嘢嘅時候咧，忽然間你會進入心流狀態，然後將嗰啲嘢擺咗入去。呢個叫 deep learning。如果你唔能夠進入呢個狀態，你學嗰啲嘢咧都係半桶水嘅，考試或者得啩。但係就算你係考試，如果你能夠進入呢個狀態咧，你讀書嗰個時間可以大量縮小，因為你讀1次就識，人哋可能讀10次。所以心流狀態你學識咗佢之後咧，係一個最好嘅投資。你以後吸收資料啊，你以後學習一啲技能啊，你嗰個時間係唔需要咁長，可能係2次3次，人哋可能係10次。但係進入心流狀態之後，要警告大家，因為呢個心流狀態咧係好興奮嘅，因為喺呢個心流狀態入邊咧，你會覺得自己係神嚟嘅，你睇乜都識，你做乜都啱，你跳嘅舞你嘅動作，你對音樂嘅處理，你就係上帝。嗰樣嘢啱唔係因為你做啱做嘢，而係因為你做嗰樣嘢，所以嗰樣嘢就係啱。呢個就係我能夠最俾到你最近似嘅關於心流狀態嘅描述。但係呢個狀態有啲危險，係咪真係咁偉大咧？你唔係，你只不過進入咗一個好多神經傳導物嘅狀態，你覺得自己非常厲害。嗰啲嘢其實都係喺你個水平嗰度跳高1、2格嘅啫。進入咗心流狀態之後，我俾大家嘅一個最重要嘅忠告就係要識收。開始你嘅表現好嘅時候，你開始比其他人聰明嘅時候咧，嗰啲係好嘅，至少比你平時做出嚟嗰啲係好1、2格、3、4格咁啦。但係嗰個興奮同埋你嗰個表現咧係不相稱。去到中後段咧，其實你覺得自己越嚟越勁，甚至覺得自己係上帝。其實你做出嚟嘅嘢係越嚟越差噶啦。呢個係普遍嘅現象嚟嘅。任何 export 嘅運動員、e-sport 嘅運動員，任何玩音樂嘅，任何就算睇書，我呢啲咁樣嘅人都有發覺有呢個現象。進入心流狀態之後，有一堆嘢係垃圾嚟。咁名副此，知道有呢個咁嘅現象咧，我俾個忠告大家：進入咗心流狀態之後，早啲 cut 斷佢。大家係唔捨得噶，咁爽嘅狀態，覺得自己咁勁，個 ego 好正，覺得自己好勁係上帝。呢個狀態咧，如果你係聰明嘅，喺中段你開始發覺自己整嗰啲嘢唔係咁掂啦，其實你會發覺主動斷咗嗰個心流狀態落去。嗱，點解咧？因為心流狀態係需要大量嘅營養、大量嘅維他命、大量嘅神經傳導物，有一半咧佢做到啲好嘢出嚟，有一半咧係做啲垃圾出嚟，但係你自己越嚟越興奮，所以呢一半咧係嘥料嘅。不過自己開心係吸毒嚟嘅。如果你能夠喺呢度有一個克制，主動斷咗佢咧，首先你嗰個恢復唔需要咁長。如果你真係成個心流狀態俾佢 run 一次之後咧，你可能要唞1、2日先可以再次進入呢個狀態。但係如果你識得喺中間斷咗佢咧，你可能唞30分鐘，喺下一個 session 90分鐘嘅時候，你又可以再 run 一次呢個心流嘅 cycle。OK， 所以一個人一日又可以有1次心流狀態定係幾次心流狀態，嗰個分別咧就係能唔能夠喺心流狀態入邊 cut 咗自己。咁點樣 cut 啊？我心流，我點樣出翻嚟？好簡單，觀察一下自己啊，點解我咁勁嘅咧？今日而家我做咗啲咩咁犀利？有啲咩客觀嘅證據去證明我而家係一個上帝？一諗就斷噶啦，得唔得？熟嘅時候可以咁啦，但係如果你係未係熟手嘅，啱用我呢個方法去做嘢、去睇書，入過去1、2次，但係唔係咁熟嘅咧，我一個非常簡單嘅媒介俾你睇手機，即係你知道我差唔多啦，中間啦，做啲嘢唔係好掂啦，但係自己越嚟越興奮啦嘅時候咧，攞個手機出嚟。平時我哋嗰啲有毒嗰啲嘢咧，喺呢度咧就非常有用，因為只有佢先能夠將你拉離開心流狀態。
只有嗰啲短視頻啊，嗰啲多巴胺變態嗰啲，只有嗰啲嘢先可以將你扯翻出嚟。但係你咁樣做嘅時候咧，佢斷咗啦。你係將所有神經傳導物同埋維他命同埋你嘅腦入邊嘅營養用在刀刃上，做啲好嘢出嚟嗰段咧，你就俾咗啲營養佢。後邊嗰段咧慳翻好多。嗱，呢個就係真正利用心流狀態同埋用心流狀態去吸毒嘅分別。好多人知道呢樣嘢之後咧，其實佢冇做啲好嘢出嚟，但係就係咁樣一路係嗰啲 extreme sport 死咗嗰啲人咧就係咁，因為佢唔應該繼續玩噶啦，但係佢覺得自己係神，佢亦都好享受自己係神呢個感覺。跟住咧下一個山坡咧，佢嘅表現冇咁好就跌死咗。OK。我哋當然冇呢個危險啦，但係亦都喺呢度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長遠地用呢個方法去做啲好嘢出嚟，去將自己變做一個天才，呢個紀律係必須。嗱，最後第4個階段咧就係 recovery 恢復，好大個題目嘅，我喺呢度淨係講一個最重要嘅 concept 啫。你嗰個恢復咧係主動恢復，唔係話我完咗啦，我攤喺度，咁我等自己身體我個腦咧冇咁攰，跟住繼續下一次啦。咁唔係，係主動恢復。咩叫主動恢復咧？主動做啲嘢令自己放鬆，按摩啦、桑拿啦、游水啦，總之所有令到你嘅副交感神經系統出現嘅手段，你主動去做。最流行嘅手段咧就係做瑜伽。好多喺外國專業地用 flow state 去 perform 嘅人，佢哋得3個手段嘅啫。一咧就係 sauna， 二咧就係香港好少嘅進入一個 sensory deprivation tank。第3個手段咧就係做瑜伽。咁至於邊種瑜伽先至係最主動休息嘅，咁你要問翻自己嘅導師啦。但係嗱，最常見嘅手段咧就係呢3個。同埋一般大家對 flow state 嘅認識咧，就係 recovery 呢個階段咧係唔 productive 嘅，係做唔到嘢嘅，係嘥時間嘅。咁所以好快想逼自己去進入下一次 flow state，會引致一個後果叫 burnout。你未恢復好嘅，但係你又想逼自己去下一次啦，咁樣越嚟越差。OK， 有呢個咁嘅衝動嘅原因就係覺得 recovery 咧係冇用嘅，係嘥時間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唔係，因為你喺 flow state 入邊創造咗出嚟嘅嘢，或者你學咗嘅嘢咧，未主觀感受同埋客觀嗰個表現咧係唔同嘅。喺 flow state 入邊，你覺得自己寫嗰啲歌、寫嗰啲書、講嗰啲嘢咧係無與倫比嘅。但係你去翻一個 recovery 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其實係好 down 嘅，你個人係好客觀嘅。你要充分利用呢個時間去睇一睇自己喺 flow state 入邊做出嚟嗰啲係咪真係咁勁。其實佢係非常有用嘅一個階段嚟嘅，因為佢好頹。佢好灰，佢好客觀，佢好冷靜，所以同 flow state 嗰個上帝狀態咧成為一個平衡。然後你揀邊啲嘢真係得，邊啲嘢其實麻麻地啫，咁掉佢。到唞到差唔多，你點知自己係 ready 去下一個 cycle 咧？當且緊當呢個現象出現，你先好去嘗試下一個 flow cycle，就係你喺恢復嘅階段入邊開始悶啦，開始幻想一下下一個 flow cycle 我可以做啲咩嘅時候咧，當呢個咁嘅諗法出現咧，你就 ready。呢個唔係逼自己，我 plan 我要 plan 我下一個 flow state 我要做啲乜嘢出嚟，唔係咁樣，而係你喺度睇緊之前做嗰啲嘢，跟住喺度做瑜伽，跟住喺度唞，喺度恢復嘅時候，跟住咧開始個腦咧悶啦，就諗咦下一次我做咩好咧？呢個好奇心。一個 burnout 嘅腦係冇好奇心，一個未恢復夠嘅身體咧係唔會俾你有呢啲咁嘅諗法。當呢啲諗法出現咧，其實就係一個 signal，你 ready 啦，可以下一次啦。嗱，今日我嘅講解好似好勁、好專業、好似好魔法咁，但其實唔係嘅。任何能夠好專心去做佢嘅嘢嘅人咧，其實都有呢啲咁嘅經歷，只不過佢冇嗰啲名詞去描述呢啲咁樣嘅狀態啫。而家由於科學進步， MRI 又比較正確，我哋知道每一個狀態，你嘅神經傳導物發生緊咩事，你個腦發生緊咩事，你嗰啲血流發生緊咩事，所以我哋可以精確啲去話翻俾你聽發生啲乜嘢事。如果你對 flow state，你對 focus 或者就咁，你覺得自己大個咗，翻工個腦越嚟越差，越嚟越集中唔到，越嚟越成日睇手機咧，咁喺下個禮拜咧，我有一個 webinar 係會深入啲講喺每一個階段入邊發生緊咩事。你要做啲乜嘢，同埋有啲咩機器，有啲咩 supplement， 或者有啲咩呼吸法係可以幫助呢一個流程。頭先我講咧係完全冇任何科技手段
去幫你做呢件事嘅。如果你呢個喺呢個基礎上高有埋科技咧，你會比身邊嘅人 productive 好多好多倍。咁如果有興趣，下面有個掣報名，我相信呢個 webinar 咧係會幫到你，同埋呢個亦都係我最核心嘅一個技能。